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商機連線啊！我係節目主持人阿 Sam 啊。繼續我哋想講嘅 topic， 保險業從業員。頭嗰兩集講咗增加你嘅俾人知道嘅點，第二樣就係增加你服務嘅項目。嗱，第三點我想講嘅就係關於做生意咧。以前就係有人 call 就做啦，但係如果有人會知道你而做服務咧，我覺得做附近的人咧係一個幾好嘅概念嚟嘅。咩叫附近的人咧？就係話，我做嘅生意係樓上樓下、隔離棟大廈、前面嗰棟大廈啫，遠過呢啲我就都唔係唔做嘅，因為時間係金錢。你講真，我哋以前做 sales， 一日要 serve 好多客嘅，見嘅客係比較時間多啲，但我哋用 email 啊，即係用其他嘅好快嘅即係 IT 嘅模式咧，我哋 contact 好多。嗰陣時，我哋俾自己個嘢就係，你一日最多咪見早上一個客或者兩個客，下晝兩個客，一日變4個客咯。咁但係我答 email 就可以好快。因為有 internet 嘅幫手啊，但係喺保險業可唔可以用 internet？ 唔得噶嘛，係要見噶嘛。如果我見嘅客當例子，我喺荃灣嘅，我喺翻荃灣葵涌見，你一日可以見幾多個客咧？哇，有人一日已經可以見到700個客喎。但係唔係喎，你一下你香港仔，喂喺將軍澳，你咪一日變翻2個咯。記住每一個客你係俾啲時間嚟增加佢個服務。我成日覺得。你哋買保險有50%係張保單嘅內容，有50%係你個 sales 嘅服務，唔係話1年見1次，1年見2次。其實真係可能每個月都4個 hello 或者見1次面，或者2個月見1次，1年見6次，增加你嗰個叫做服務嗰個質素。我成日覺得做生意唔可以偷雞啊！做嘢一定要做得好全面，要做服務，特別係做保險啊！因為份單係死，但係個人係生嘅，你要令到佢覺得你有個保障，你就要有好多嘅服務同佢搞好啲關係啦。今日亦都有啲嘅 hashbond 想同大家分享嘅，有一個叫旅遊保險、年金退休嘅公益金。一個終身嘅壽險、傷亡嘅訴訟，一個職業嘅保險啊，幾得意喎！職業保險喎，係咪真係可以買咧？我係一個 manager， 係咪可以保證我哋永久做 manager 咧？係咪可以買咧？有啲咁嘅新產品，我覺得保險業應該係列咗出嚟，有可能有一啲人真係覺得做自己份工有啲危險。而同你買份保險嚟做一個保障嘅，所以我成日覺得做生意要有新嘢咯，不停做新嘢。但係我覺得保險業所做嘅新嘢開始遠離咗真正做保險本身嗰個重要性。而家開始做下啲產品已經開始有啲脫離咗，好似買完啦個幾多個月啊，俾翻啲利息你啊，嗰啲銀行做，佢而家差唔多保險業做埋，反而會唔會做多啲人之間嘅關係做好啲，而產生咗即係多啲產品從客戶講出咧？所以附近的人唔單止有可能就係做到呢個生意，搞好嘅關係之後，佢有可能俾多咗好多嘅意見呢個保險業嘅人。嚟，從而增加多啲真真正正佢哋所要嘅服務。嗱，今日如果大家對今日以上嘅題材同埋有啲 hashbond 可以 support 下嘅，你 send 過嚟，我哋喺片尾裏面有個 email address 啦，info@youonline.com， 我哋會有專人同你跟進。咁我哋亦都有好嘅 hashbond 咧，都會列咗出嚟做一啲節目俾我哋嘅客戶，大家一齊分享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